小弟会趁钱，不听阮小弟，逐摆拢嘛是了钱买物件好食，是了钱毋是趁钱。哎呀，你实在是太唔人交番话呢！一摆土地拢会趁钱，做人要把人人情，爱知恩报恩，连要遐尼听无，是讲上好句迄个知恩报恩，我听够啦。是毋是啉水爱在伊源头，食果子爱拜厝头意思啦？讲你空是无空，讲你讲你嘛袂讲，讲了不真对人哦。那么我问你咧，水啉着啉吗？安怎就爱在源头要做什么？阿姨简单的想，这也使讲无？恁水爱在伊源头，意思就是讲，咱是水尾的水头面，就爱想着水头水哪会当每年趁天拢有着流水。不管是按注意源头的水土保持，通时便甲溪仔干水路，安尼报答君情啦。真敖讲，老师我甲你白讲，也下一句呢？当然，无你是啥？你是老师是无？干那我讲，安尼批评，安尼无公平，后一句着你讲，后一句着你讲。我讲，哪有啥物问题？食果子爱头。就他妈的，那如果是安怎？你咧讲新话讲，食果子爱头。无啦，讲了手机啦。我是讲食果子爱拜厝头啦。生气安怎讲？人讲前人进修，后人应运。进前人在厝啊，路的人纳凉。那我大家闹人好，坐咧厝骹纳凉，开讲泡茶。要讲一人一脚，一人一斗，一人一水饭，爱一人一包米。知影的温情，就爱报答。不过点仔对重哦，亲像咱咧食果子的时，随时就按知影，若无手紧厝头甲厝头，若无人伫遐看草、落肥、按水，免哪有水阁好食的果子？免哪知影种果子的人伊的艰苦，所以拜厝头是代表爱礼拜温情人的意思嘛。古早人真正对人讲，食果子爱